喂，怎么样？到他公司了吗？啊，我已经跟到公司门口了，我用跟进去吗？跟进去呀。还有啊，我告诉你，你们大学生在一起的没有一人。高中我也查了，也没有一人。一人没有出过国，那他和邵宇就没有同学关系啊？人怎么认识的呀？行，我知道了，先挂了啊。林先生你好。哎，您是来找谭总的吗？我找谭少宇。啊，好的，帮你转接。哎，别，那个我找他没什么大事儿，想给他一惊喜，那个不用惊动他啊。好，那要不您请便。哎，好嘞啊。哎，干嘛？偷拍呢？没有，你这儿景儿挺不错的，我取点景儿，以后万一拍什么片子，我来你这儿拍，挺好的。前台说你来了，找我干嘛？我找你吃个饭。走吧。走啊。鬼鬼祟祟。没有，就这儿景儿不错，挺好的。我就不吃了。公司下午有会，吃多了的话犯困。哎，我发现你吧，有时候对自己啊挺狠的。哎，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你一天背80个英语单词，一坚持就是4年。哦，还有一回，大二查出你什么腿上有那个软骨症是吧？戴了一那叫什么来着？密不透风，跟盔甲似的，整个一夏天24小时摘都没摘过。所以啊，这很多人都觉得我怪嘛，不好相处，不合群。但说到这儿，天乐，我挺感激你，这么多年一直做我朋友，就你受得了。至于爱宝这小子，怎
背后怎么说我，怎么想我，我全都知道。哎，他吧就是性格比较直，但是真没把你当外人啊。这么多年了，谁不了解谁？没往心里去。没往心里去。哎，过生日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还让人家梅兰妮给你组织？跟依然什么时候结婚？你跟依然什么时候认识的？这美兰妮吧，最近也挺怪，神神秘秘的，抓不着人，早出晚归。我就寻思着吧，是跟你走的挺近。大学毕业之后呢，你就出国了。这几年呢，咱也没联系，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听你提过呀。不是，刚才呢，说你跟依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提个醒，你这快结婚的人，不能什么都想要，有时候想得到的太多吧，最后可能什么都没得到。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人得知足。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确定答案？公司下午有会，我先走，不等你吃饭啊。我用了1天时间，冒着几次被敌人发现，甚至有可能牺牲的危险，我拍到了这些。都有什么呀？你好好看看呀！哎，在我拍的这段时间里面，谭少宇一共看了依然16次，依然看了谭少宇10次，平均每次都看好几回呢。够精确的啊！那当然了，对我来说这都小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平均每小时谭少宇看依然2到3次，代表什么呀？哎，这不代表什么吗？准确来说，真的不代表什么。谭少宇看依然的时候，依然是不是都在动，都在工作？在生物界里面，动物对活的食物是有本能的注意的。哦，哥是你那么说，要是换我坐到依然那位上去，谭少宇也能看我好多次。啊，没准比这还多呢。照你这么分析的话，他俩人就没事儿呗。那也不一定。你说说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后来吧，我被发现了，啊？但我假装啊，说是来找谭少宇吃饭的。但吃饭的时候呢，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但是我总觉着啊，他好像在暗示我什么。说什么来着？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吧？哎，但是啊，我问他的问题，他都没答；他问我的问题呢，我也没答。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依然。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远离依然，然后珍惜我。嗨，什么乱七八糟都是。哎，怎么每次我分析问题的时候，您都带着强烈的自恋情节呢？什么自恋情节啊？我这是严肃客观的分析问题。那你说他什么意思？他要你珍惜谁？珍惜谁也不能珍惜你啊！哎呦，你可别自作多情啊！开个玩笑，我还不惜的让你珍惜我呢。嘿，行，那是不是咱们俩的切入点有问题啊？难不成就这么放弃了？你呀，让我好好想想啊。哎，你是不是该回去了？回去晚了，谭少宇要把你解雇了，我告诉你又无家可归了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好想想。
姐，你去那边忙吧，这我来就行了。哎，您好，我们这儿那新品呢、经典都在这上面呢，您随便点啊。哎，去哪儿啊，先生？今儿这儿不能坐了，等会儿有人包场。您要坐的话，只能去外边了。外边今天太热了，但是这不还有人吗？不，人还没到呢，到了马上就开始了。先生，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要觉得外边特别热的话，你就只能考虑去其他地方了。抱歉啊。并没事。他再待一会儿可真中暑了。没事儿，没事儿，可开心了，喝咖啡，晒太阳。那你姐你不能不管吧？她在那头可待半天了。他静静挺好的。丹姐，要不咱出去吧？你说你们俩一个在外面晒太阳，一个在屋里闷着，这都好几个钟头了。我就不明白了，他弟为什么那么防着我呀？他怎么那么听他弟的话呀？这有些事儿啊，你得自己琢磨，不方便说。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喂，忘了答应我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今天周末答应我什么来着？行了，知道啊，我换完衣服就过去。好啊，拜拜。我床头柜上的小铁盒呢？什么铁盒呀？小铁盒。什么样的铁盒？你干嘛？你放我！你干嘛？你疯了吧你？韩少宇，你干什么呀？你疯了吧你？你疯了！一大清早的发什么疯啊？我放这儿的铁盒呢？我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房间只有你和我能进来，你不知道？怎么就我能进来了？不能是贼偷的吗？那么宝贝干嘛不收好呀？这谁都能拿走，凭什么是我拿的？我不知道。明了你！我提醒你，这房子是我的，我只是看你可怜才让你暂时住在这儿。但自从我的同情心爆发的那一刻开始，你一刻安宁没给过我，所以，请你现在离开，现在！我早上收拾屋子的时候，把它放在柜子里了，满意了吧？一大清早，喊什么呀？好心当做驴肝肺，怪不得没有人理你，你活该！谭总，哦，对了，今天下午要开会，你先准备一下材料吧。啊，好的。不是，您这骑这是什么？穿的这叫什么呀？怎么样，特好看吧？为今天准备的。好看什么呀？哎，咱这是环湖公路骑车，
您骑这个穿这个不等于作死吗？你说这瞎嘚瑟什么？瞎臭美什么呢？怎么了？我就爱嘚瑟臭美，管得着吗你？管的就是你。要想跟我们骑这公路，骑我车。我才不要呢，那么难看，不骑。不骑是吧？不骑。不骑，那你回去吧。嘿，你有没有搞错啊？今天是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的啊！你既然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你就得遵守活动的规定。我给每个人发电子邮件，说好了规章制度，您看了吗？啊，我让几点来，您按点来了吗？我让骑什么车，您骑了吗？你看看人家，人穿什么装备，你穿什么装备，就不穿人家，你穿上我这样也行。你说你这样，你说你干嘛来了你？烦不烦呀？更年期吧你？行行行，你骑吧骑吧。不骑，不骑你回去。回去就回去，我才不愿意跟你玩呢。你看，哎，大小姐脾气犯了吧？我就知道你骑不了一圈，骑这车来故意的吧？是不是？故意给我看的吧？你要说你骑不了一圈，你就认怂。换车。扭什么呢？老太太扭秧歌呢？是不是觉得硌得慌啊？明珠顾问是吧？啊，跟你说啊，以后这种车能不骑就不骑，这种车骑多了人就变笨了。你看看我现在骑的，哎，骑这车连平衡都没有了，哎，趁着神志还清醒啊，赶紧回去把这车送人吧，货给别人去，要么就当二手车卖了。哎，等一下。哎，又干嘛呀？拖鞋干嘛呢？不嫌地下脏啊？不脏，还接地气儿。拿，帮我装着。哎，咱俩聊聊谭少宇。你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咱们能不聊他吗？多扫兴啊！我跟你说，谭少宇他就是一怪咖。今儿早上我好心好意给他打扫房间，结果只不过就把他一个小盒子稍微挪了一下位置，他倒好自己没找着，都炸了，跟我嚷嚷，多大点事儿啊！你找不着好好问我不行呀？服了他了，再也受不了他了，讨厌！哎，他那人吧就那样，你心里呢不知道藏着什么底线啊、原则什么的，不知道你哪天触动他哪根底线、哪个原则，就给你炸了窝了。习惯啊，习惯就好。还习惯？谁习惯得了他呀？习惯他我都被气死了。行行，不生气不生气，聊点别的，聊点别的行了吗？哎呀，不过说真的，今天还是我们家出事儿以来我真正开心的一天。空气还挺好的。没错，没蒙你吧？嗯。其实，在这座城市里，像这么安静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骑着单车绕着这湖啊转上一圈，真的，心里甭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一下就都过去了。是挺开阔的，心情一下就好起来了。我决定了，我要赶紧去找工作。啊？什么？找工作呀！你有合适的也赶紧通知我。我要尽早自立。哟，什么时候变得上进了？以前特爱穿高跟鞋，但其实没什么用，也挺累的。现在真把这鞋脱了吧，才知道着着地气儿是什么感觉。哟，这终于回来了啊！哟，
什么时候来的？等你半天了，了解你啊。这我要不找你吧，你肯定不会来找我。什么意思呀？好好交代吧。这一天都干嘛了？把我女朋友拐哪儿去了？哎呦，您这说的是哪个女朋友啊？别装傻，就那一个，就是那个今儿跟你在一起待了一天那女孩。哎，我今天是组织这户外活动，叫她来一起参加，又不是我们俩人，还整个一车队呢。真没事儿？真没事儿。你什么人我知道。我今儿找你来呢，其实就是给我俩当一个和事佬。哦，他今天跟我说了，你们俩是怎么着？吵架了？你看，还是跟你关系很近嘛，什么都告诉你。是啊，吵架了，这跟我杠上了，也不理我，而且走那架势吧，感觉像是要离家出走。人家是一女孩，真要是离家出走了，出点什么事儿，你是不是得对人负责任啊？啊，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还得跟人当事人啊当面沟通啊。人家肯定是嫌你管事管多了呗，干涉人自由了。你呀，别老拿你那套豪门深宅的规矩要求人家，那毕竟以前那地方是人家自己家啊。行了，这事儿要不这么着，我做个主，把你俩呢约出来，我给你们调解调解，好不好？听你安排吧啊。对了，你这跟依然怎么样？挺好的。哦，我就在想，实在不行，你这把依然也就带出来，咱4个一起吃个饭呗。有女孩在，咱沟通也顺畅一点。否则咱们2个男人之间，跟他在那儿没有默契的话，谈崩了怎么办？你说把依然也叫来？对啊。那俩女孩，那调解这种事儿让女孩来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他俩之间有什么事儿啊？他俩之间倒没什么事儿，就是……哎呀，你就别就是支支吾吾的，给个痛快话，行不行？方不方便？行，方便。你想叫我就帮你叫他呗。说吧，找本小姐出来什么事儿啊？我就想问问你，你跟少宇吵架都吵到一什么程度啊？也没听你说有多严重啊？怎么少宇跟我说你还要从家里搬出去啊？为了说他是吧？那行，咱俩没话，我先撤了。哎，别！人家少宇呢，专门来找我说你俩吵架了，让我呢给调解调解。本来说的都挺好的，突然间跟我说呢，让依然也来，我就有点蒙圈了。你是说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来？啊！哎呦，林先生内心够宽的呀，女朋友让别人带过来啊？能不能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呀？好了，开个玩笑，咱俩都是看戏的。我不觉得你开玩笑，我觉着人谭少宇没准就是认真的想把你哄回去呢，是吧？我觉得你呢也别跟他闹别扭了，人谭少宇挺优秀的，我觉得你俩就这么幸福的生活下去吧，挺好的。看着我，干嘛呀？看着我眼睛啊，我看着呢。我眼睛看到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哎呦，来了，直接上桌吧啊！好，来，你坐这儿。来坐，来依然，坐这儿。坐吧。那个是这样啊，刚才在你们没来之前呢，我们呢简单聊了一下。我认为啊，这男女朋友之间的吵架啊，真不是个事儿，是吧？说开了也就没什么了，道个歉的事儿嘛，哪有什么非得怎么着的事儿啊，是吧？这次说把话说重了，我态度不好，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说搬走，我肯定会搬走。你们好好聊，那我先撤了啊，再见。别！你看，这个时候该聊的还得聊，别动不动的就耍性子，是吧？别赌气，尤其是这个时候。是啊，梅小姐，虽然我在谭总的公司时间不长，但是我能感受到谭总还是很在乎你的，否则今天不会叫天乐来，再叫我来。既然来都来了，大家还是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把心里什么不愉快呀、委屈啊、埋怨啊都说出来，好好沟通一下嘛。对，是吧？
亲爱的，我觉得我特别过分，因为工作太忙，忽略了你，没有好好把你照顾好，是我的问题。还有，你这次离开以后，我心里特别难受，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想，是因为这个家里少了你，所以，兰妮，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不会让你再失望。祝福你们，梅小姐。不生气了是吗？不生气了，咱好好点菜吃饭啊！对，那个点动一声，点动一声。好啊，既然你们也和好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妹妹还一个人在家呢，我就先走了。用找司机送你吗？不用了，天乐。那什么，那我们先走了啊。连句吧。哎呀，演那么好给谁看呢？你用这么激动吗？人家两个没好多久，你想插也插不进去啊。天乐不会接受你。不合时宜的真挚过了头呢，你会被人活生生的给抛弃掉。别说我没提醒你啊，相信爱情的人，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他们真幸福，虽然有矛盾有争吵，但是最终还是原谅彼此了。想起我之前的感情，真是挺羡慕他们的。希望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幸福。蕾蕾，嘿，我去，跟这儿发什么呆呢？真正的忧啊，没人能与你分担，你只能把它从你的一个肩头换到你的另外一个肩头。哎，我说这中国的现代诗人怎么和这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啊？合着都是感情受挫。什么感情？是自尊好吗？就薛晶晶那样，白给我都不要。哎，搞清状况啊！现在是你白送给人家，人家不要行吗？我就不明白了，我磊磊堂堂7尺男儿，他凭什么就看不上我呀？他不就是一个待考察一准研究生吗？那我还是一公务员呢，凭什么呀？打住啊！别入戏太深，你就是这店里打工的啊！就凭现在您这工作表现，我们把你开了就不错了，还跟那做白日梦呢。等会儿啊，咱这戏是谁给我设计的啊？要没李爱宝那事儿，要不是你瞎出馊主意，我至于被他这么埋汰吗？你怎么不说好好想想，你被淘汰的原因是什么呀？啊，哎，咱们为了让这薛晶晶上钩，咱们研究的不少了吧？啊，工商局的公务员，工资、待遇、社会地位，都是薛晶晶所要求的物质基底吧？哎，照你这么说，人家一待考的研究生，为什么看不上你一堂堂的7尺公务员呢？得，我太次啊，都是因为我太次，行了吧？我这么次，你们还让我去？你看，你态度就有问题。是，我们是给你设计的新名字、新身份、新的家庭背景，可是并不代表说磊磊就得变成李磊磊啊。李磊磊追的是韩梅梅，你磊磊追的是薛晶晶。什么意思？我说你反应慢吧，你还不承认。
这戏呀是假的，您越往那边靠，你越会畏畏缩缩的，放不开你也不会演。人家问你什么的，你都得小心翼翼的。哎，你想想看，生活里你自己会这样吗？啊，会吗？薛晶晶啊，不是一个钓金龟婿的人，她是在物质要求上有一个要求，但在精神层面也有一个要求，要不然李爱宝那样出身的，她怎么会愿意嫁给他呢？啊，你就不能让她呀占了你的上风。反正这女孩只要看上去软硬不吃的，那说明啊，她都想好了你下一步出什么招。但凡你让她接不了招了，哎，没准你就能异军突起了。还有，记住了啊，你得让她忘记那个假惺惺的李磊磊。哎，干什么去啊？我找他去。现在去吗？我要让他知道真正的磊磊是个谁。嘿，您是在上班呢。谭总，去。这是去年的报告，都在里面，我分门别类都归纳好了。送档案室。好。那天是你吗？什么是我？没事。晚上跟我去见张总。我有问题吗？没有。这根本不是去年的资料吗？可是这是谭总让我做的。谭总日理万机，肯定记错了吧？我花了3个晚上才做出来的，你们没弄错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强迫我收下吗？没有，麻烦你了。哎呀，真受不了这新人。来。你说昨天晚上谭少宇演哪出戏呢？你这么一说吧，我昨天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哎，你说谭少宇那话是不是明显说给依然听的？明显是啊，而且依然也被少宇给刺激到了，还替他说情呢。没错，依然这话呀，明显就是回击谭少宇的。哎，你说他俩之间到底是有什么事儿啊？哎，现在这依然啊，在这谭少宇公司工作呢，会不会俩人工作当中有什么不愉快呀？挺关心依然的吗？不是关心我，哎呦，别误会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就是我奶奶说让我多照顾依然。反正他们这么一出戏的唱吧，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总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那你给瞎说说啊，就是你觉得这不简单是怎么个不简单法啊？假设啊，他们俩原来就认识，有债务纠纷，现在还没还清楚。这不可能，依然是在湖南长大的，没来过这儿，他俩怎么可能会认识呢？假设二，依然和谭少宇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就不想让咱知道。你怎么不去写电视剧呢你？3啊，谭少宇喜欢依然。哎，那你给说说，这谭少宇有多喜欢依然？就像我喜欢你那么喜欢。哎，怎么又来了？行，咱还别聊谭少宇跟依然了，咱就说说你吧。哎，你那工作怎么着了？到底？哎呀，行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一点工作经验没有，难，特别的难。怎么一说这事儿就开始说难呢？哎，我给你讲讲啊。行，不想听，头疼。哎，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虚心听啊？哎，我跟你说，工作这事儿特别重要，你知不知道？要一个冬瓜，再要一个白菜。
哟，薛老师，你是？我是雷雷啊。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咱俩相过亲。哎，薛老师，我那个今儿没带钱包，你能借我10块钱吗？够了吧？哎呦，薛老师，这好像真有点不够，要不然你再借我10块得了。哎，大婶儿，那个2碗打卤面啊，这顿饭我请你的。来，同学，那个我们一块儿，那个你往那边窜一个呗。好，谢谢啊。没事。小老师，您是老师，肯定带着纸和笔吧？你给我打一欠条，我这人啊不赊账。不用了。薛老师，你怎么心神不宁的呀？丢东西了？我吃完了，你慢慢吃。等会儿，你吃完了，我还没吃完呢。这基本礼数，您这大学老师不会不懂吧？我选修课要开始了。选修课6点钟，现在5点都不到，您这谎撒的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我化个妆不可以吗？化妆？你还有化妆啊？你不天天都在装吗？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薛晶晶，你有什么可拽的？你不就穿一双白球鞋吗？你装什么小清新啊？我告，你能别跟着我吗？我走这条路怎么了？你交的是学杂费，又不是养路费，我走哪儿你也管得着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薛晶晶，是我知道相亲那天你没看上我，但是你也得给我留够足够的面子和尊重吧？你有完没完啊？我没完，我就是想让你设身处地的体会到这种落差感。刚刚你在食堂有多尴尬，我那天就有多尴尬。磊磊，你脑子有病吧？你我今天跟你直说，咱俩不合适，你不是我的款。薛晶晶，你也不是我的款。别提你那套什么越胜越升值的爱情理念，我告诉你玩去，没戏，做梦，呸！还爱情理念呢？你这种臭唐僧，整天只会用大道理迷惑自己，欺骗小女孩，你自以为觉得特有文化，其实你就是一大忽悠。我哪？你跟我要尊重，我问你，你尊重过我吗？第一次约会你就迟到，还自己在那侃侃而谈，逼着我卖笑，给你捧臭脚，凭什么呀？你以为老师就好欺负是吗？我最后告诉你一句，只有你这种自卑的人才会觉得让人说人家拽。我最讨厌这种人了。你什么你呀？你这种臭爷们儿只会跟我在这儿矫情。我告诉你，你是伪男人。至于吗？你好点没有啊？如果刚才我要是伤你自尊了，我向你道歉。擦一擦，擦一擦。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我干嘛跟你这么较真儿啊？
鼻涕都出来了。越生越收拾这爱情理念，我告诉你玩去，没戏，做梦。你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我想问问你，人家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对啊，最关键答应没答应？他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不是，那你们俩跟这磨磨唧的，说什么呢？我当时即兴说的，我也不知道忘了说什么了。嘿，哎，那你说他俩这样算有戏还是没戏啊？有戏。听见了没？有戏！我觉得你啊，再接再厉，坚持住了，千万别放弃。对，千万别松懈，后面更加猛烈些。没错。这录像你就自个儿留着吧，万一婚礼哪天用上了。行。来，我们喝一杯。来。张总，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是喝不动了，我缓一缓。我先干为敬啊！张总，小冉，你看，你不喝，不给我面子。好，我喝。来。慢点。哎呀，真是个好女孩。哎，谭总，你这有眼光啊。陪我跳支舞怎么样？啊，张总，我太晕了，我实在是跳不动了。我别给我跳。咱们再喝一杯，好不好？来。我真的是喝不动了。哎呀，今天开心。来，小冉，给我个面子啊！来，再喝一杯。哎，咱们真的。张总，我喝不了了，我去吐一下。小冉，谭总，今天晚上小冉跟我走怎么样？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谭总开玩笑的嘛，我这点意思你还不明白？张总喝多了，我让司机送你回去。你要是让小冉晚上跟我走的话，这合同的事情，我现在就能拍板，怎么样？喂，进包房接下人。我先让依然去车上等你，咱们再具体谈一下合同的事儿，然后让司机送你们两个回酒店，怎么样？好，好，我现在就能把这合同给签了。看到了。我不吃早餐了，我上班去了，怕迟到。别呀，哎，做都做好了，吃一口，5分钟的事儿。好吧。过来。昨天因为什么呀？喝那么多酒？
要陪几个客户。陪什么客户还得喝酒？待会儿我给少爷打一电话，以后这种事儿别去了啊。不用了，也就这一次，下次我就不去了。真不喝了，要不然迟到了。今天起晚了，走了啊。哎，那就喝这么一口啊？没找你，干嘛？有事和你商量。跟我商量？不会又是挖一火坑让我往下跳吧？你很不喜欢依然，对不对？什么意思呀？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儿，而且我觉得这件事儿，或许是你心里边一直想做的。啊，你是让我帮你猜猜依然和天乐呀？你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人家两个挺好的，我们作为好朋友应该祝福他们。你是不是对依然有什么误会啊？没有任何误会。作为天乐的朋友，我跟你都一样，希望天乐好，不希望他被人欺骗。而我对依然这个女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她接近天乐一定有目的。我需要的，就是你帮我这位最好的兄弟，看清事实真相，了解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据我观察呢，你和依然生日会那天，应该不是第一次见吧？梅安妮，你跑题了。我刚刚说的是依然跟天乐，依然接近天乐，无外乎就是想接近他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已。那他想要什么生活呀？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很简单吗？跟很多女孩子想要的生活一样啊，花不完的钞票，买不完的美丽衣服，还有听不腻的赞美。那他就更没有理由找天乐了呀，天乐也满足不了他。以依然现在的位置，他只能找天乐，而且把天乐榨干之后，他会站在天乐的肩膀上，去完成他下一步的计划。依然这样的女人不可能做无用功，不可能去结交他认为用不到的朋友。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每次跟他交手，他都不动怒，说什么好像都激怒不了他，就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想什么。好像是一把剑刺在那个海绵上，软塌塌的又弹回来。你说他是不是曾经受过什么伤，还是童年有什么阴影？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是不是有阴影，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以你现在的脾气跟秉性，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那你自己干嘛不去跟天乐说呀？而且我凭什么帮你？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跟你有共同点，我们都是天乐的朋友，我们希望天乐好，不希望他被欺骗、被人利用。而且这件事呢，只能由你来做，我的身份不太适宜出现。第二，我给你加了一个附加条件，这个律师函里面的合同有你父亲的亲笔签名，其中涉及到一些经济问题，数额虽然不是很大，我也让对方停了一停。而由我们公司代为解决的话呢，事情就不会很大。如果是走司法程序，你会很麻烦。我爸是清白的。你怎么总是这么天真跟幼稚呢？你父亲欠了很多钱，不光欠我们一家，而且我现在只是给你提一个醒，你以后用钱的地方很多，现在暂且没问题，不代表永远没有问题。所以，只要你这一次帮我，以后你的财政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我们没有财政问题，我爸是被陷害的呀。你爸爸是不是被陷害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再跟你说一遍，林天乐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帮我的好朋友，而你也要帮我的好朋友。做这件事儿对你没有任何损失。如果你不相信我，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想一想，依然为什么要去接近天乐？
突然来到这个城市，还带了那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妹妹，是挺可疑的。你还不相信的话，我再给你出一招。什么招呀？不过我先说清楚，害人的事儿我坚决不做。以我对依然的判断，她是一个非常物质的女人。她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清高，是因为她内心的欲望还没有被点燃。这种欲望被点燃之后，将永远没有办法熄灭。而我需要你做的，就是去点燃她的欲望。你是让我让她变得物质？不是变得物质，是本质使然。你只要试一试的话，就会知道，我今天说的，全都是真的。再说，你怎么忍心天乐去娶这样一个女人呢？忍心看着天乐有朝一日被她伤得满目疮痍吗？可是天乐是个好人呐，他应该得到爱情的呀。是啊，所以说依然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在天乐身边，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噗炸掉了，很危险的。所以你要帮他，更何况帮天乐就是在帮你自己，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被一个如此有心机而且身世复杂的女人给抢去了，请问你心里边会很舒服吗？你乱说什么呀？我谁喜欢他了？别瞎说。梅兰妮，做这件事儿，于我，于你，于天乐都是好事。还有，这张副卡没有任何密码。你随便刷。喂，怎么样啊？你要是觉得累的话，我帮你请天假，回家休息一天。怎么样啊？算了，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了。那晚上我去接你呗。晚上你就不用来接我了，我现在已经酒醒的差不多了。你要是回家早的话，就再帮我熬碗粥呗。可以啊。哎，那粥味道还行吧？特别好喝，没想到你还挺细心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我要工作了，不跟你多说了啊，晚上回家见，拜拜。谭总，昨天晚上你把张总陪得很开心，以后有这样的应酬你负责。哦，你不用去规划局了，这个送规划局。现在。这不是我们店常客吗？不是，你别误会啊，我就想找你姐当面把话说清楚。她为什么就这样了呢？都这样了，还说什么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每次明明都好好的呀。或许就没好过呢。你想多了吧？行，好，再见。慢走不送啊。嗨，梅小姐，你来找谭总啊？不是，
我在这附近办事儿，想到你不是在这上班吗？就过来看看。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吧，就觉得你跟别的女孩都不一样，特别的大气。天乐说你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咱俩可以多聚啊，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可以单聚。哎，要不咱俩现在泡吧去？现在啊，现在不行，我还有工作，我要去送文件。咱们改天再约吧。依然，谭总说那个案子我去办就可以了，你休息吧。交给我。那辛苦你了。哎，正好，下班了吧？你还不用去接依恋。我刚刚说泡吧，你别紧张，我只是打个比方，咱们可以去喝咖啡嘛，聊聊天。行了行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了，赶紧的，走。可是，哎。好，可以了。哎，要不然我今天就不做了吧，你自己做吧。哎呀，干嘛呀？我刚钱都交了，给他介绍一下。好的，来，我们的蜂蜜绿茶主要用于排毒舒压，柠檬牛奶呢主要用于美容瘦身，薰衣草精油主要用于安神帮助睡眠。不知道两位需要什么呢？美容瘦身，好吧。怎么样？感觉不错吧？哎。女人就该对自己好点儿，别老为别人操心，为别人忙活，哪对得起自己呀？哎，我觉得你平时穿的都太素了。我前2天看杂志，里面那个格里亚诺和 Dolce Gabbana 这一季的衣服有几款特别适合你。还有，我觉得咱们以后有空可以多出来做做 SPA 什么的。女人过了25岁，老得可快了。哎，你那个手上戴的是什么？哦，这是天乐送给我保佑我的。啊。天乐对你还挺好的。谭总对你也很好吗？谭少宇，哼，还行吧。看得出来，他很爱你。他爱？哦，你这观察够准确的呀。我跟他接触这段时间，我都没看出来他爱谁不爱谁。看来你们2个交往还挺深的。我们俩哪有什么交情啊？以前都没见过。哦，是吗？我那天还觉得你们俩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呢。上次在你们家，我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哦。依然，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过一种特别平平淡淡的生活，就是那种找一个普通的人过一种一眼就能望到底的日子，这样太枯燥乏味了？人生应该再丰富一点，女人可以物质一点，过得精彩一些，这样是不是更有趣？你可能不太了解天乐的家庭，其实他是一个特别需要安静生活的人。我现在能够跟他一起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也是一种享受。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舒服的吧？哎，你平时买衣服多吗？还好吧，我也没什么时间逛街，都是在网上买。网上怎么行呀？衣服都不能试，而且你这么瘦，肯定很难买到合适的。哎，要不我们一会儿，那边有家店不错，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哦，不了，
要不然你慢慢逛吧，我就不陪你了，我真得回去了。依恋见不着我，肯定不会睡觉的。今天要多谢谢你了，让你破费了，改天一定回请你啊。我自己坐地铁走就行了，你不用送我了。再见。着什么急啊？头又疼了。今天情况怎么样？要打入敌人内部，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依然这个人太土了，想要改造他，把他变得物质，真的得从零开始，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我觉得是真的。他这个人特别木，反应还慢。我都说的特别明白了，我说林天乐呢，就是同情心泛滥，平时对小猫小狗都特别怜悯，就差说一句，何况对你呢？不明白？他是真没听懂啊，还是装没听懂呢？你既然这么了解他的品性，你就自己去把他抢回来呗，干嘛求我呀？真是你们还在一家公司，下手也方便。我只是在想，天乐跟依然会不会已经分手了？是吗？不会吧，他今天一句都没提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演技也太好了吧？依然这种女人这么有心气，当然会演戏了。所以你很难真正走进她的内心，和她做真正的朋友。不过没关系，你只需要在天乐面前装得跟依然像是姐妹情深一样就好了，然后让天乐看到依然的变化，从而认清依然的真正面目就行了。要是他没什么真面目呢？人家就是无欲无求。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欲无求的人，只能说明诱惑还不够大而已，你懂的。干嘛？你是不是跟林天乐或者依然有天大的仇恨？要不然怎么能想出这么阴的招来拆散别人呢？那是我的事儿，你只需要做好你的事儿，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就好。反正我说了，害人的事儿，我坚决不答应。哎呦，一个人呢？蕾蕾又追薛晶晶去了。是啊，我这正琢磨着是不是要扣他工资呢。扣什么工资呀？你们要求他去追的。不过你要奖金算不错了啊。哎，你昨天是不是跟依然在一块儿呢？对啊，怎么了？说我坏话了呀他？你就说昨天你都做什么了吧？我没做什么呀，我做什么了？那他为什么一回家就一直夸你啊？夸我呀？我还以为他不太喜欢我呢，说明我人品好。所以我就奇了怪了，哎，到底怎么回事？没怎么，我们就聊聊天，做做脸什么的。哎，行啊，没看出来，还挺会做人。过来，我得说点正事。你坐。我呢，给你找了份工作，有没有兴趣？什么工作呀？你以前是学设计的，会画画吧？当然了。给你找了一个广告设计的活儿。这人呢，以前呢跟我爸认识，就我爸公司那些广告都是他们公司做的，所以呢认识就给你介绍了一下。谢谢。行吧，那等到具体时间我通知你啊。你跟这坐会儿，要么喝点饮料，我把那自行车给它擦完了啊。